既然我哋已經知道命運嘅主導權掌握喺自己手中，咁下一步就係學會點樣活對。佛法中嘅八正道正係幫助我哋清淨身口意，從根本上改變命運嘅8個方向。八正道唔係抽象嘅理論，而係每日可以實踐嘅生活指南。佢就好似一張精準嘅人生地圖，能夠幫助我哋喺每一個當下都能夠做出最有智慧嘅選擇，從而停止內在嘅輪迴，活出一個清明、自在且充滿善緣嘅幸福人生。喺八正道中，正見、正思維、正念、正定係幫助我哋從內在開始轉變嘅智慧工具。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係引導我哋將內在智慧向外實踐嘅行動指南。正見對事物真實本質智慧認知嘅能力。正思維喺正確道路上升起嘅念頭動力。正念修善斷惡嘅關鍵，破除邪見。正定保持身口意嘅正能量穩定唔喐。正語清淨語言所生嘅口業。正業淨化行為所做嘅身業。正命清淨生活所生嘅業障。正精進以努力破除懈怠同恐懼，淨化身口意。鍾意我哋頻道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。